今次我介紹呢個湖中大廈有非常特色靚裝修嘅單位，大家一齊嚟睇睇。單位建築面積4600幾平方尺，享有開揚嘅山景。單位有多間好有特色嘅工作會議室，適合一班初創嘅 IT 嘅到意念創作嘅年青才俊去租用。仲有呢個單位仲有最大嘅賣點，就係一個特大嘅休閒活動區，可以俾員工同老闆喺度輕鬆一下，仲可以聯絡感情添。如果你對呢啲樓盤有興趣的話，歡迎隨時 call 我 Albert 關啦，打呢個電話號碼揾我就得㗎啦。